各位聽眾，在歡迎讓到來收聽邊個福建的鬼的故事。這個禮拜，我請到特別嘉賓起來跟我講，現場看到鬼，後面鬼的故事，聽見我傳過來我嘅迄個早幾禮拜誒，這個阿達。未出阿達，咪就對人講鬼故事，我幾老條，係咪物件啊？直接講，唔是阿達 June 嚇？你弟弟叫阿達，我是阿達。哦，你係sorry，哆啦 A 夢，sorry，我講少隻哪人？你講只隻豆就 OK 啦，我冇想啦，你話識埋識都千百日แล้ว個。Oh my god！Sorry，那真係驚你係爆位掉啊！呢個該想嘅。我講句那刀 ，sorry，拍死我哪人？一定人去吹阿達俾厝。Oh my god！錯了。OK，所啦，這禮拜咧，我個只特別嘅個，但嗱，人學到啦，個阿達啦，個哆啦 A 夢啦，แล้ว個有豆嘅個北大行個有。我哋都加學掉，哇冇啊 ！OK， 然後嚟學這個哆啦 A 夢講伊嘅鬼故事先，你等你鬼名嚟聽名咁樣 ，OK 嚟，我係一隻鬼癲啊，這是我家己嘅個親身經歷啊，哈，呢個看厝嘅故事，經驗過嘅，你係咪嘅故事看厝啊？看厝嘅故事啊？哦 ，OK， 個未厝個關係個好了，嚟。啊，แล้วโอเค有一擺是咧有一個 client 啊，有一個客啊，即係伊是安迪嚟，伊就 call 我咯，伊就講我愛看一間厝，我就咪講到一邊啦嚇，我愛看一間厝會使有 OK 咯 appointment 了，你幾人來啊？我問你幾人來啊？你就講我甲我囝兩人會過來，係咯講 OK 咯，可能望到 proceed 咯，馬仔就see you tomorrow 你看咯，OK，然後去到看厝啊，然後去到邊時咧伊就來啊咯。แล้ว我就as usual 開門喺看佢間厝，看行托卡厝啊？冇，伊是 condo 啊 ，OK， แล้ว看了厝行，我個想起，我就問伊，你唔是哪人來咩？我冇看你囝，我看了厝看了，我冇看你囝嘅，然後醫生呢個講，我有啊要來啊，伊講 OK。Yeah！Oh my god！ 哇 ！OK。喲，你有影隻買，一隻買。哦，有影買，你特別後面，你一講哇，有來啊，是還是你頭腦裏面想到咩物件？我講嘢係冇講起來嘅人。你冇幾長嘅啦。你特別你當咗伊有電喊你啊 ，OK。誒，我愛問哆啦 A 夢嗬，我點解唔是講過我去看一間厝本嘅？因為蘑菇直直撐下晡12點咗，蘑菇直直撐，是唔是冇人介俾你啊？你厝特別嚇。我別學佢講我這裡面，呢度唔是女備厝，但是南西備厝嚟講係仔啦，南西。我就是去看厝嘛，我就是去買厝，迄時我去看一間厝，你我直直蘑菇撐，我冇買掉啦。你都蘑菇撐，你買落去咩？你買唔落啊嘛？就是咯，你把接過一間厝是蘑菇撐嘅喏。我是冇啊，冇過，特別有過那倒是見那好咯。即係皮嚟拗，拗啊！拗，然後拗。伊見那拗是大人會拗。見那。哦。嗰人講看厝，那種就帶見那去，有見那地啊，帶見那去。看伊歡喜啊是，悄悄我朋友甲我佚佗誒。咩啊？你講這裡面嘅。佢哋應來，哎呦我真歡喜啦 ，hello，特地我有三個朋友甲我佚佗喺呢邊，哇驚死啊！我朋友大搞，有姐嚇，我朋友大啲搞，差別款，你看厝，我坐搞，我坐搞去，你看厝，哦，
特別 landed 的話，你是拖卡出口，嚇，唔會啦，拖卡出口嘅，拖卡出。即係係咪拖卡出？伊講就是去錯交，其實拖卡出，冇本冇啦，我想這邊，我在新加坡這邊 HDB 未使錯交嘅，都未俾使錯交。哦，馬來西亞邊？哦，未使未使掉。是咧？可能未睇嘅。 by law 袂使行，袂使錯交學，袂使 rare pet in 迄種 condo 啊，迄種 multi level 嘅 building 嘅。我係 partner 新加坡嘅，會使？哦，新加坡使。我係 partner 嘅 condo 嘅啊，伊是 pet friendly 嘅 condo。哦，特別講 I think it depends on the developer and also the property property owner management 啦。係因為我係 partner 嘅 condo 啦嚇，伊嘅入口有計8號會使帶狗出去嘅，然後伊嘅 condo 入邊啊，本是有計 law 就是講吼，你若是一愛飼 pets 啦，你 ensure that 伊是 clean，and then 你愛 ensure that 伊袂未加人，狗伊袂爆，袂爆，伊袂我未背。會 behave 啊。睇你交俾每嘢咩？因為睇 control 講交俾細每嘢咩？冇時啊，因為即係是伊個 condo 家己嘅 policy 來，伊個 rules 來，特別 common 來講，真正濟，我看地少有80-90% Malaysia 就是白嘅，所以看到未使飼狗。 pets 嘅，對，貓會使啊？唔知哦。 OK，貓大陸唔係飼啦。OK，我諗對馬來西亞攞啊。嚇，馬來西亞啊，in contract 嘅嚇。in contract 咧，actually 是灰色地帶啊 ，grey area 啦。OK， OK，伊是寫條嘅物件，伊寫條物件，伊無寫袂使 ，but 伊寫 whenever 你會有 pets 啊，有甲走條人 ，neighbor complain，然後有亂條人，你特別。你袂使 ，OK， 你袂使亂條人，你袂使甲走人，袂使係咩款？所以你袂飼，伊無講袂使，是講你袂使甲走條人掉。即是 grey 馬來西 area 亞攞啦，那個係 S&P 啦，係馬來西亞人講 template 試下試下。OK，特別 certain 呢，有時候 for example developer 是還啊，應該嘅 cross 嘅接 key 就冇上高數啦。depend on developer。之前講 LAL 講伊講聽佢哋國家咧，是講要就係講有成個厝有貴嘅，你特別學你買嘅債同啲，我不聽佢本。一本嚇，無伊是講有貴呢，伊成個有 incident 啊。So far 我知講嘅是日本，我在台灣。台灣啊。我在台灣，不是哈。伊人厝可能冇實施，佢哋做實施嘅。唔是住連書嘅嚇，唔是住連書嚇，是冇實施嘅係 declare 啲氣哦，咪先冇，別個係買掉你厝。佢可能我當時買掉貴嘅厝，人起來變嚟學人特貴就通講。我把 experience 嚇，哦 ，OK， 來講呢事。誒，你好，我是要教即個唔識得。教一個道理問講，但是講你愛尋問講，你使留條講嘅，是講我再講你愛我咁多俾管我俾懂。OK， 感謝。我話 OK， 謝謝大家。感謝。多個禮拜。多個禮講。拜。係啦，阿達講嘅時候，阿達個有呢個經驗咧。So basically tie up with 大媽哆啦 A 夢講嘢咯，然後大媽講嘢係你講。Lisa definitely 冇 because 我會記講古早嘅時，when 我family 換厝嘅時，然後我 parents 養隨厝嘛，然後 after that 時我人規個口都白白去咯，然後去 house hunting 咯，然後即係呢種是 consider 咩 sales person 啊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呢是新厝啊，係咩？還是？伊有 show 我人 I think based on 我嘅 parents 嘅 budget， 我感覺講，咁了伊 show 我人嘅是迄種second hand property 啦，迄種 property。แล้ว我 that day itself 我去幾廿間，แล้ว有一個間真特別嘅。So basically 我唔知，我未記得到落 ，because 我會記講 on the way 去嗰邊嘅時候，嗰陣時我人中學係咩嘢？然
了食diet 啊，了困落車位啊，啊了來一搞了，安尼叫車起來，啊咁嘛講講啊，車起來咯，了車起來，了落車，了看喺厝，外口吼，喺啲厝啊，有一支樹欉死去了喂。哦了真 obvious 啊，啲樹欉啊，成個河係你 lightning strike 掉了嘅啊，迄種你講卡只你都看伊外口啊，都真想，成個迄個戲，迄個 haunted house 安尼款嚟錄嘅咯，真係。然後我想，哇，後面屬於厝安尼款嘅外口，我度安尼款想了嗰陣，我度都感覺淡薄怪怪呢，冇對皮淡薄。對，然後行一個看咯，我個只會記過，伊厝嘅 shape 只怪怪嘅，伊成日講吼，伊 ceiling 只 low 嘅。然後吼，伊成日講有一個樓梯，了個一個成日講，你樓梯迄邊啊，會看落來迄種會位，看落來的 living room 安尼款嘅嗰種，迄種嘅厝。然後 after that inside 都是 kitchen。我一下子去呢吼，都感覺講成無對皮哦，佢哋厝，成陰陰安尼。嚇，然後成直直睇到講有怪怪聲呢，嗰種。嚇，我嘅印象是吼，成日我聽到有人啊，都在迄種磨刀嘅聲。即係鐵甲把刀嘅聲咧，聲，哎，嗰種，啥物事有咧款聲嘅？然後我嘛點，我咪講下面咯。有幾後嘅時吼，就講行，去樓頂看者，我規大堆，我記住個，因為迄陣時計着你爾，了我小妹吼。至少掠了我手咗，伊冇怪怪啊，伊冇記你啊，感覺怪怪啊，我感覺我哋感覺怪怪啊，我看我爸母嘅面本成無對皮嘅款了誒，行來行去，然後佢哋人到迄邊 explain 啊，你結真啊，你看啊，你結真嘅啦，然後我爸都到底然後呢，我看來看去，你看我看你，你看迄種，然後嗰陣時行去靠樓頂看，然後我 father 對the salesperson。去其實，因為媽得都對調，然後咧我甲我小妹甲我姊，我爸爸都對調我媽妹咯。然後我媽吼 ，before 我爸去樓梯時啦，我媽講啊，一邊過來甲我講，咪落人走啊，對調我啦，對調我啊，然後講咗嗰陣，我度 OK，甲了人 something wrong 又知了，然後行去啊，我搞馬路啊，會記過 ，that is the only time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我 experience 咗呢魔鬼場。我白的樓梯時啦，我 feel 到啊成 stage 啊，你看咗，佢哋魔鬼啊，from my back 啊，唱去我嘅腳啊 ，that is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 佢哋 building 嗰種，係驚死人嘅，迄種，然後直直白嘅樓梯，我同佢講成直直看到樓梯。邊啊，你我喺邊啊，成有 shadow 安尼款感覺嗰種，唔使看到影要安尼款嗰種，暗冇係咪？一處暗冇陰陰冇？一處就暗嘅，一處唔知咩事，成冇 light。係啦，我知。通過安尼款啦。陰咩陰？真奇怪嗰種。然後我記講過，我去樓梯，伊是迄種樓梯，迄種 zigzag 安尼款去樓梯嚟。然後所以去啊吼，你樓梯頭嗰邊有一個房間。Then after that 過去邊有一個 balcony 嘅，然後 so before you go to the balcony 時，伊 left and right 有一個房間嘅。So 我就別去，我無去看的樓梯頭迄房間，我行去迄個 balcony 邊 towards the balcony。Then 未到 the balcony 迄邊嘅房間嘅時候，我影的房間 on the left side，然後 after that 無影到 the right side。Before in the right side, why? Because 我爸加 the salesperson 喺邊，然後就吼，我愛過去影就啦，我爸就邊過嚟啊，行啦，搞出去啊！哎呦，嗰時真係呢種行啦，搞出去啊！我話OK，我本計快啲嘢 ，OK， 愛走啦，走，不，走出去樓下，然後對係時搞到去車嘅時就點咯，you know，然後對係時我過去看別個厝 ，then after like a few years later 啊，我隔嚟 found out 講，我 parents
有去 confront 迄個 salesperson 咯。哦，問伊講，做咩事？你這間厝是不是有問題？然後講蝦米事你會錯，我人來按你厝，安尼看，you know？Because 蝦米事咯 ？Because later on 我爸甲來甲我講咯，like many years later，伊甲我講，伊對 the salesperson first 係Kiki 嘛，去樓頂嘛，樣的the front 嗰位嘛，做我 at the back 嘛，所以講吼，伊去到甲迄個房間迄邊嘅時啦，甲 the salesperson 啦，伊開迄個房間門哈，成鬼氣嘅咯，即係到top of the room 啊，有一個 chair 咯，yeah，吼 ，just like standing there 咯，然後一直開的門啊，然後看到the chair 了 ，suddenly 哦。佢啲車啊 ，rock back and forth。is a rocking chair 嚇？唔是。哦，一隻紅險咧，噔咁咧啫。嚇！你都係俾人加埋咧。阿 John，即係你本事搞能滯實到。阿 John，即係咪話哇就麻啲啊個師奶？即係頭先我冇節清節我冇講我，這是知你本。即係啊，即係用咗電視啊！對，你阿 John，你做人講 story。係咪呀？所以安尼看，所以我班就係看到了，呢度冰嚟啊！一就叫我走咯。That's why 伊 suddenly 叫我走嘛。所以是看到伊講伊咧，吭咧，成個往有人叮當的伊咧，吭。跟住會話嘛，會話嘛講，話我係猜到啲話。I just shouted just now。伊特登一條車嘅是伊。哎呦，了 ，so 伊無你講教伊時，我想講伊看到一個人掉暗到啲迄個名稱嘅話，唔把伊頭腦 imagine， 有可能是咯，有可能是徛喺邊掉暗嘅教伊，係是講伊講啦，就開門看到伊教伊嘅叮當啦，老實講。Yes，是咯。Something happen 啦，but 我 father 冇講到啦，แล้ว我本冇，然後我 father 是迄種old timer type 迄種，所以冇愛 pursue 伊每一個字，you know a lot。Because even 是 suddenly 我 just 講起呢，古早嘅時啊，去看厝嘅時，然後我哋伊講哦，喺啲厝啊，應該看到我喺啲看到物件，伊 just suddenly 講起呢。我會記奧迪杜魯是唔是聽到我講看厝嘅物件本啊？就是你講還是你嘅厝？我啦，嚇？唔是我啦，你嘅厝？你話講過，你甲你媽，一人甲伊媽，唔知去看厝是到底厝還是看到一本 Bible 上面唔是得，咩是一人？是我啦，係你 bungalow 是哦，變成 bungalow 是哦。我意思是去，唔是，格爭係哦。我未記啊 ，maybe 你 recount 佢哋 story 啊，我想我是你講嘅。唔是我看厝了，看到 Bible 了。嚇 I need more details。哎呦，是，我未記咗啦，佢就話啦，就冇咩記嘅。講到 Bible，我想到講是 the story 講去變成 hill 嘅係你 bungalow 大事，了裏邊。啲房間有買 Bible 呢，你看呢，我係記得揾。你我那是講是玩咧，就是迄個到底 The Brothers Bungalow 一間接貴嘅啦。對，that one，that's the one，that's the story。接嗰你講看厝嘅呢是，我係記講是格爭，格爭的喎。啊，是到底厝嘅位，有即係一個人甲伊罵 something， 我冇咩記唔了。But anyway， 那是講人就毛毛菇來啊嘛，毛毛菇來聽下毛毛菇個鬼告訴講個毛毛菇。係講我係喎，我係隔地。會使，確定毛毛菇講先。毛毛菇歡迎。伊只地呢，咪見。唔使講聲。嘿，伊是 show and tell 嘅，所以我有隻 video 很棒嘅。OK，伊嘅。一歲嘅。
OK 嚟你講。這個爸爸一句呢，OK，咱今仔會使講幾個故事，俾佢想講。啊，咁你後尾係咪煮嘅先啊？係咩？落雨，蝴蝶啊，成個年落大雨。哦，是啊，落大雨，但係都講嘅 property 是差幾多啊？maximum 啦，我 cancel 掉迄個聲，個是有，因為太大聲嘅事啦。OK， last month 嘛，我有。特別等陣，我真係成我聽講，你講實句，你嘅聲，你係去 Zoom 嘅麻煩咯。但是我學你會拎，較麻煩，佢 Clubhouse，較麻煩。特別你上次用 phone 係咩？冇用 phone 啊。你是用 phone 嚟，冇，你是用 phone 嗰時用你 system 講。system 講啊。我別怪多聲 ，because 你 phone 係做 noise cancellation 嘛，你係等 iPhone 啊。做啦。你做 voice isolation。特別我聽到只多聲嘅。OK， 我冚掉麥較細聲。安怎？有個啊！我丟白雲得啫。但係冇 ，I think 是你是你今日用電話咧，你咪用你 system 咩？下本當今咧？你偷，特別你當今都冇用到你 system，你當然是用到你電話先 feel 到。冇啊！我偷掉咗，換掉依麥。都冇聲，你麥就是你聲就聲哦。個聲個啊！我偷掉咧，你偷掉。你叫聲啦，講聲。你開你 voice isolation，而家都係講嘅時間直接學聲啊，邊度聲？OK。我打行氣球。啊，住講我打行氣球嚇，我打行嚟，我打行會講咩？別人嘅幾個數，我到 internet 聽到嘅，我感覺到真吉利嘅數，我聽到係。哦 ，It's like one of the latest 我聽過。你是自己吹幾聽講幾個數嘅下路？唔是最近呀，嚟我阿妹冇物件做嘅時，有時阿妹 podcast 嘅時，我喜歡聽幾個數啊。OK， 所以我聽到這裡我覺得是一時這裡吉利啦，and then是。我當佢實講嘅時候，你講先。OK，是伊是一個阿你台灣嘅明星嚟，你古早伊是一個 boy group 嚟，所以吼伊就是來做表演嘅時候，伊就有一道來到 Malaysia。真 famous 嘅時候，唔是講真 famous，來是甲古早，唔是講真 famous 嘅。所以吼，這個其中一個 member 伊就來到 Malaysia 咯。嚟到馬來西亞過後吼，伊人都是愛去蝦米多伊人嘅 concert 蝦米啊過後吼，伊嘛真大嘅咯，真大嘅咯，就是對去 hotel 咯，恁古伊大嘅 hotel 就是迄種古早，即迄種好嘅 hotel，特別是較古型 hotel，成個到馬來西亞嘅款，所以你知啊，伊較 retro 淡薄嘅迄種啊，所以有淡薄成個 paradise 嘅款那種Batu Ferringhi 啊，但就唔講係 paradise 嚟。OK，then 伊去了迄個入去房間，伊食大熱啊嘛，所以伊就是叫迄個 room service 叫即個delivery 食物件hotel 嘅啦。拍電話講我係即個 delivery 我食蝦米安尼款。room service 還是叫好room service。叫食物件，然後伊叫了過後吼，伊就後尾偷散了，就後尾去藏起啊。所以伊入去toilet了，伊toilet就是成個就是古早你較古型嘅迄種嘅5 star hotel 嘅 toilet 有迄個 bathtub 嘅，伊 bathtub 就是有迄個 curtain 嘅嘛 ，best 嘅 curtain 嘅 plastic 嘅款嘅，所以伊就入去了咯。入去嗰個伊嘅 toilet 裡面是無鎖嘅，就是一半嘅款冚掉啦。then一張啊，張啊一半吼，都有人敲門嘅，知無？有人敲門啊，過後伊就講：哎喲，安怎我淡仔叫嘅，即個 room service 安尼快起來啊！誒，伊講等陣，我到底張 A 了，知無？then 無個幾秒呢，伊個門個再敲啊，知無？伊就講等陣，我出來啊！誒，特別伊就是聽者講，這個卡嘅門啊，唔是卡伊外口嘅門，是看伊內面嘅在經嘅門。對，看伊在經嘅門，知無？伊就感覺到無蝦米對片咯，知無？then
伊有感覺安怎？我聽是感覺到是那邊的梅，唔是外口的梅，你知無？所以伊咪開下你個燈咯，看，無，唔是伊有發現到，無聲了，外口無聲了。然後伊就是安尼看啊，這裡就是個燈嘛，是唔是？所以伊長下了過後，伊就是開了伊安尼看 app 嘛，伊咁看去梅嘅位，伊發現了無人嘛，是唔是？所以伊變過去看另外一邊嘅時候，伊發現到有一個烏鴉人嘅影，你知無？但這個烏鴉啊，是做了相嘅一個movement 嘅，就是伊看了外口，這烏鴉嘅頭是看了內面嘅。就是你就像個就是應該看伊烏鴉是看內面。你看到伊後背？你看到伊烏鴉後尾看進去伊個手伊個巴達內面，你看到小刀看啦，小刀看，特別伊是無看到伊面啊，特別他真正是伊都啲想講，是啊，伊是看到伊到底看到伊，所以若是講伊是入起來，梗係看到伊面咯。特別伊無看啦，特別伊無看啦，伊咁伊看到安尼看了後，伊咁包條大啦，衝出去啊，你知無？但伊就無個再入去迄個房間啊。再見。對，啊無伊無伊直頭出伊個房間，對，伊直出伊個房間啊。伊個會好夾大啦，點解未好夾大啦？我直頭出。個會好包大啦，個會好走哦。你後尾伊人問伊個，就是有講迄個房間是有問題啦。So我覺得就記得啦，that moment that 伊講啊，就是伊即個個燈伊係看伊看到另外一邊是看了入去嘅。At the moment 伊到底想講我愛走還是我愛看伊嘅片，你知無？你感覺你成個你死你安尼啊死，安尼看你是感覺真驚。成個我心頭假如來對我家姐是到底我 T-shirt 嚟掉，我 feel 到伊卡呢捉到我家姐後尾，我唔知會安怎偷嘅衫，我偷嘅衫，我驚偷嘅衫是伊。你咪是偷你衫咪獻過來咯，咪是走進去你南邊掉我嘅巴咯，我唔知我上個估我安怎偷我嘅衫，成日看你咁舊，我就了解。啷個冇看鬼是看心疼，我咁冇看鬼啊，看心疼，邊啲學見？冇啦，唔是看啦，唔是看，你是要看到鬼咧，還是學心疼嘅咧？掉到你身軀，掉到你衫裏面。actually 我唔是驚看鬼嘅咋。我感覺到我是驚鬼suddenly出來，我驚鬼嚇出來嚇人。安怎我聽到咧 ，Clubhouse 有成個時候，有人講喎。你聲到底多變嘅啊？人多變出來喎。佢哋打，即是 OK，毛毛菇都來未？毛毛菇對啦未？唔是話啊，頭晚唔是話啊，唔是話啊。嚇，佢好呀！話安怎你做咩？哇 block 人 block 啦嚇 ，OK， 好啦，但我嘅聲唔是我啊，但我 mute 掉了，唔是我啦，叫我來，我 I declare， 我第一情節我嗰度 I declare 嘅一擺個，一情節後嗰度啲 declare 嚇，嗰度 declare 個，唔是我。南西餅啊！我mute掉，我踢掉了，人多人食物件有啥物影響？頭早我有講嘅，特別冇人聽到，是唔是？有講物件咩？我冇聽到啊！我講我假如想我驚鬼，我咪驚神探。哦，冇啊，冇聽到啊！冇聽到。一把路我錄我嘅電話嗬，啷個聽到？啊，對。係啊，講話冇聽到，我錄掉啊，佢我 mute 掉啦。呢鬼嘅 mute 掉啦，但係事。OK， 來毛毛菇來，你講淡媽 ，OK， 淡媽是落河先，是因為你 system 冇查掉數 ，OK， 淡媽，OK， 然後 last month 我冇有 attend class，即係 class presentation 啦，so food presentation 係 class 嚟，一個節日，然後我冇到 MA 自己去，係咪？人就話幾時 ？MA last month 攰你man，我時會聽你講 MA 呢 ？MA。直播誒，OK，我插咯，MA 有人在我去
แล้วตุ้ยสิว่าก็กี่สิ grab ตุ้ยโอเค and then distance 差唔多ไอ้50分到1點鐘那邊ก็เข้าว่า處 from training center 啦แล้ว我頭先去แล้วยัง冇佢ว่า是 special case 嚟嘛แล้วยังตัวไอ้ one to one 教ว่าเนี่ย所以ว่า instructor 對我真好嘅，佢講 OK 你 arrange 嘢 classroom 盡量 nearby 個 toilet 好啊，所以我需要4厘米就是教我出嚟啦 on my left 4厘米就教 toilet แล้ว OK แล้ว我 class 是7點到9點咩 PM 啊แล้ว我頭先只講佢我 one week 3個 class 嘛一3個所以我嘅到第應該是到第5節嘅事，第8個嘅事。我instructor講 OK， 一出去誒，可能去小款嘅時係物件，然後我講 OK， 我去 toilet， 然後伊講你會你 handle， 我講我會 handle，no problem， 然後我冇幫一枚。幫，頭先你第三年，所以講是唔是我第三年每到時教我到咧嘛，你接起就是無上微數嘅嘛，對唔對？然後當接起，我需要最第四啊咋，我買學家己 confuse， 然後我接起，然後我開嘅門啊接起，我微步到到咧嘅微，我講改了，一擺是接到班嚇，然後按做好呢，I reverse 埋。แล้ว我感覺到講，我接起嘅時，前日行業有一個 pressure 啲入邊嚟，可能我講，你咪入嚟，你咪入嚟，你接咗房間呀，你接咗房間呀。แล้ว我變過來嘅時，我 panic 哦，唔係我冇有我係 can，我冇有我係 can，我入面嘅，你都冇嘅，我全部都冇。你去才講隨便就每我去這個上家只都就只咁邊嘅，看到人來了，那鬼死幾走。哎呦，你去才講，只啊，才講嗰句房間個暗應該是冇開開，暗嘅咋？佢好似M， 我冇講啊，你自己講啊。M 咯 M 咩？你唔是叫 M 叫咩？哎呦，啲 M 冇開開咧，是 AMM 啦，啲房間。是啦㗎，你唔是叫 M 叫咩？哎呦 ，OK 咪差咯。我邊頂學嘅是叫做暗名啊，是咯，暗名對，是講一大手卡 M。當時佢代表嘛，你唔語我話講，你唔語我講，我是講。你等下住嚟，我啲名將哦，我講 help， Oh my God， 識啊！我現實都揸住嚟，唔會講係咩數，我講我成日是代啦，伊講你成日是接頭一個房間，幾個房間就是人嘅格數啦。我冇喎，我半4厘米啊喎。安怎？你看不要緊，你伊就是伊在 he know something， 伊成日冇講嘅每本嚇，你就坐我去代啦，OK 咯，冇 standby 咯，單啦搞掂啦 ，OK， 我冇對嘢啊，照到啲 attend 啦，然後過後一個禮拜過後，我個在一人啲 classroom。我是暫時我 smart 咧，我唔愛去代啦，我早6點9厘字我就去代啦，然後我個 start 我係 course， 然後我會得閒個6點鐘要緊，然後伊就講伊個要出去，然後在試白燈啦，就是走去小款啦 ，OK， 然後小款一人then suddenly 佢哋問經我，這冇人嘅咯，佢玩到玩嘅嘛，然後我唔要緊，佢我係music 啦 ，Apple Music 開出來多聲能播。然後紅音 temperature 有啲是真係冷起啫，然後我就感覺到伊嗰邊本地有開 aircon 本嚟啦，入面有開 aircon，但係冇開大嘛，所以紅音都感覺啲嚟啲紅音對啲嚟啲冷，然後唔要緊，然後頭一下我聽到紙嚇紙嘅聲，OK 咪講錯啊，嚇紙嘅聲，攏講啦未必係咪是嚇紙哦，掀伊啥物件掀你紙嚇。現車嚇，特別冇房間是冇別人嘅啦，是跟到你冇別人了 ，one to one 嘅，但我冇，把就唔會翹啫。你得落去得一邊嚟，頭前後尾係咪邊啊 ？On my left， 頭前 on my left。OK。然後我就講，
不可能對呢，對呢我未掉嘢成股有分幾批嘛。แล้ว是 cleaner 啦，嚟到18啦，我是有可能嘅。我冇講 hello， ada orang啊，ada orang啊，冇聲啊，嚇！你一個學音，個仔顯了。แล้ว我就想有 calendar 嚇。係你白票，係你斜色嘅 calendar 啲你風吹掉，係唔係幾買笑你知？แล้ว嘅隻，人嘅桌頂甲舊年是念到隻，有一種嘅 uni 嘅桌頂嚟叫，แล้ว阿妹紅字嘅呢？對，阿妹紅音，上加是有物件，伊桌頂架落嚟，嗰是開起 something 嚟嘅。砰！這些。伊話阿妹嚇，我伊無大聲嘅。上加內邊有一隻眼啊！你看你感覺。你是講伊個咧手係咧係到頂嘅，伊係壓起來那款嘅時，你聽到伊成個有人壓伊起來那聲。Exactly，你話阿妹會。shit，然後我就講OK，好寫了。然後我就 hello 啊，我講我讀我鄰居笑，我講你們不要笑我好嗎？我在這邊讀書不了。我嚟整他車你啊。然後 OK， 紅一人開門。然後我講冇叫伊surname咯，我 instructor 嘛，我講 Mr. Tan 啊 ，Mr. Tan， yes， 我對呢，阿咪說嗰邊有 calendar 嚇，你一點啫，冇 calendar， 係咪冇啊？我講有三八湯啊，冇三八湯啊，有 cleaner 接嚟咩？冇人接嚟啊。是啊，然後我講OK， 然後我講我後尾有人接啊。你好像點起啫了，一點起啫，因為你看，冬天是差唔多變半呢，來 dismiss 埋啊，แล้วก็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คิดนะแม่น dismiss อ่ะโอเครู้จิบไหนแล้วบูสุดแล้วว่าบูสุดคิดตอนแล้วแล้วเก่าอาบุย七月24嗰是2個，這是7月條，7月4啦。7月4，我都下掉，我都好掉，assign 喺你7月節 Ghost Month 去讀車。แล้ว咁每一個 class 是，我就講honestly 啊，Mr. Tan， 我講你感覺到這邊有問題哦。伊講我近佢講哦，特別我係在甲你講哦，這邊是有小過處嘅，這間。讀車嘅位呢是3間店厝念起來，其中一間是燒過嘅。แล้ว有人着燒喺那邊嘅啦。OK， 伊是韓國，我講都看過哦。伊講是唔捌看過啦。伊講，所以冇乜人愛有 night class 是愈較 special 咧，讓我較濟女來加入呢。一條逼嚟，我是為咗女本啊。然後伊講OK， 我講其實電視我啲toilet嘅時候都滿載啦。伊講伊知啊，伊講伊知，伊有看到影，伊講女啲入邊一直裝入來是規個房間烏嚕嚕嘅，特別伊看到白色影啲我阿妹。成日啲 attract 掉我嘛，係我出去嘅，哈我你看你，成日鐵頭啊，特別一擺真正失敗是講，我有陣是未介人 communicate 咯，我而家成日是4零去嘅，你看，未聽到伊人到底人哋做咩？所以你逐擺會聽到樣嘅聲，直到你是。碰唔見啦，特別你冇聽到一樣聲，特別有感覺，就講你忘記，你慢慢走嘅感覺呢。對，家己 panic 啦，家己，你去浪表，乒乓哈，一成家你看下啲古嘢戲啊，你咩戲啊？未出啦，一啲邊將做淡薄，allow you I how 啲，可能感覺啦。所以就是。你班是成個人上課嘅班嚟，看伊無成個講組織啊，係咪物件結真係咪無意思？無，因為我是 theory 嘅，我免組嘅，我無組嘅。所以你是讀嘅，OK。成個 design 嘅啲 food，你看，怪 stupid 嘅啦嚇，แล้ว所以成教你 plating 嘅呢嚇，成教你擺嘅 plating 啦，對，แล้ว這接落嚟。有老闆來講我個有招到只 Grab driver 嘅，
告诉，OK，我，會使。誒，你幾節啊？定節，我對佢是你就是去讀冊，還是你讀到冊子？對，我對嚇，我啲公佈嚇。because 我講誒，我都去到時候你對啊，咪你都走你都啲格林報還是就是。對。OK，明白。OK，但係少，有啲時餐，等我燒掉你告訴，燒掉，我聽下，甚至是講咧，你 inspire 別人，然後佢有一個未使講會有意嘅，你嘛攏會看。然後我看你唔要記默個往 describe 後你看，確定佢哋。我講聽啦，昨暝我都食冰咯，昨暝，因為。我actually last few days 淡薄無用，所以我都無準備到。然後我個 topic 話，就就真巧咧，幾個 topic 較換起嘛，比如說咱個一個淡仔一個哆啦 A 夢來數嘛，所以我都講哎呀，唔知其實要做到迄個 video， 而迄個 video 我當時真正 proper 嘅，你講嘅成個 video 是係咪物件成？了咱個來看對唔對？啊，別使講，你講啊，較好人看。你安怎？嚇！你安怎？誒，除掉你都其實做咩事？誒，除啦，每我看，互我看隻 video。因為 OK，即個 video 咧，我安怎看到嘅 ？because 我係schoolmate 嗰陣，伊常 post 物件到 IG 嘅嘛，伊是雲南人嘅啦，來遊嘅啦，所以伊一到是，伊平常時唔捌 post 安尼款嘅嘅嘢。一直到 suddenly 一 post 嚟 video 出來，我就變得福建，變得福建，貴哦，然後看到唔驚的，然後我就 message 伊咯，在伊 Instagram 我講，哈你是唔是？點啊來？但係講呀，要搬到啊，伊都搬點啊？伊講，但我講，你到咗幾來嘅 video 是唔是 social media？伊講唔是。我小弟無小心翕到嘅。所以你大擺唔是伊小弟啦，是伊翕嘅是伊小弟。翕嘅不是小弟，兩你不是小弟來 ，OK，I see，明白啊。所以伊嘅故事是開始，伊嘅小弟出來當過一個brother，我唔知是哥個是小弟啦。And then 伊是 just randomly 翕 video 爾嘅，但係翕 video 啦。伊無小心翕到物件，伊無感覺到，伊無 feel 到伊翕到物件個誒，until 伊 share 互伊嘅 siblings 人看，甲了人講，你看到出場卡啲物件，但係伊嘅小弟就講，你咪是說講話啥物件，你佢哋只看對迄個 video 了，嘛就 feel 到是喎，但係講做咩事你翕到即個物件，你唔知，但係伊嘅小弟就。有 feel 到物件咯 ，then that night itself 伊看到啲個 video 時咧，伊有迄個伊講感官iblis 啊，所以 basically 是迄個物件咧亂意，所以伊 relate 對咯，猜聽到一個聲物件啦，就 then sometimes 伊 relate 到咯 ，last few weeks 是 2 weeks ago 是伊冇直直聽到迄個聲物件。所以直直猜嘅，所以伊就 feel 到講係你垃圾物件，係你本地啦，甲照伊了，伊 end up 是伊是 Muslim 啊嘛，所以因 Muslim 咧無 agree 叫無毛嘅啫，對，伊個無毛是無好嘅物件，因叫 Ustad 來，嚇對，你無毛是邪嘅物件嘛，無好 to practice 嘛，所以伊叫一個 Ustad 來咯，來念經咯。所以伊無伊有實個講，你出去參會個是咪啦 ？for few days 啦，你伊咪是去睡 hotel 咯，伊咪是睡 hotel 咯，伊去出去 hotel 度叫實念經咯。第二隻咧，伊隻龜咧無帶伊厝亂，佢哋無亂伊咧有實，帶掉伊去 hotel。喲 shit 帶伊去 hotel，亂伊到 hotel，and then 咧，所以伊對嚟咧。伊有實個講應該是 settle 了，因為伊無亂，你有實嘛？你講伊都喊都鋪，伊個愛比基 hotel 啊，所以背伊對嚟咧，嗰時可以亂，直亂，所以伊問有實個，伊直亂我個安怎做？所以有實個講，你愛念經呀，直念經呀，大家當經，係你垃圾嘢不都亂咗伊個？哦，少。所
叫我驚，先當叫我驚，聽你告訴我，人哋我個咪睇人看到嗰時，浪緊咧有啊，咪幾背話 ，OK 嚟。So 伊是 suspect 是伊隔壁厝人有 jealousy 嘅時，伊講咧是迄個隔壁厝人做伊隻飯店來做伊嘅。哦。安尼看呢，伊告訴。特別我看到是，我有嫌疑講，maybe 是啥物？maybe 是抓狼還是捕啥物物件？唔是，我實講，我甲伊講，我講條捕啥物？伊講啊是有龜子掌啊，啥物？龜子掌哦，是你在咱包真不大啥物物件啊？呢啊，因為只邊嘅看到看到咯。無啦，maybe 是參與捕參與。哈，南西看，南西有掉，南西你看你看是。南西講有人飼飯店啊，咩？我唔捌聽過咯。但係有人是請佢來咧，maybe 幫貼，一請佢飯店啊，佢記。咦？南西個陣咧，南西 stereo 嘅聲都並隻，係咪你講南西？安怎你寫聲㗎？一個在 create 我 account 得啫。伊聲怎麼就是那個？哈 ，hello。我嘅電話，我別用我電話講，我唔知咩事。哎呦，就擺電話嚟嘛。我即係我完全冇。即係你 account 啊？啫。即係是 Club Deck 嚟。哦，就 Club Deck，OK。特別 Club Deck 是你用你嘅 system 啦。我用 system。OK，system 咪 A 喎，電話係 B 喎。即係電話未，我唔知咩事。嚇你講咩？頭先你講你冇咩？我冇感覺，完全冇 feeling，係咪冇看冇嘅。OK，等陣我會幫過有 video，有 video 嘅。講電話本備。OK，所以好，這個 video 咧，就是因為 because 要做好嘅，我做好嘅。伊是大批拍嘟咕嘟。哦，我知拍嘟咕嘟。แล้ว你刷下，是唔是？八嘟是不是刷數 ？OK 對啊。แล้ว我幫學人看啦嚇，แล้ว我有拍嘅了誒，所以 because 是小弟面到啲嘛，所以特別我講我這是唔是講，因為你知咱特別喺學緊幫個講幾個數，แล้ว我會 make sure 講伊人特別學人 permission 用幫嘅 video 嘛，咱去夾吧。但係講伊 already 幫到啲 public 咧 video，特別我唔知講啊，即個別使講嘅朋友是是唔是？即係伊 account 是 public 嘅，上面我唔知嘛 ，maybe 唔是 public 嘛。because 你寄下我時，你唔是寄隻 link 嘅喎，你寄下我時，你寄你 file 我看嘛對。伊唔是伊無係 public。that's why。誒，所以我講伊唔是 public，我講 better 盲幫，我就叫別使講，你去叫人喺協嘅人，即係到底一定話協嘅人，何玩 permission。講會使幫，寫 email 話 ，because 咱特別 track 掉講伊學 permission 嘛，比如講讓別人亂用嚟 video，所以然後頭一擺你其實人在樣講，你去甲你朋友講了，伊唔敢幫，因為伊講愈傳愈濟人咧，迄個物件，迄個飯店咧愈來愈亂，愈濟，然後伊個 prayer 袂效，共關OK， 所以後尾這個改個。伊改變 ，because 我有甲毛毛菇講過一個事，咱毛毛菇甲我講，你 try 看嘢刷啊，你在刷 paint 嘅 brush 啊，是用毛做嘅嘛，because 番仔人袂使用，飯店那是番仔貴啊嘛，所以伊講babi tak halal 嘛，babi tak halal 啦，你normally人等人咧使嘅杜巴嚟開。咱會使但係伊家己本身是番仔，所以袂使。牛咱夾毛毛菇講介紹是講夾牛sorry，豬嘅毛 fresh 嘅浸落水，然後插甲規間厝外口個了，所以伊個鬼袂來亂伊了。所以咱毛毛菇講，since伊是番仔人 ，try 看夾迄個 paint 啊，咱 paint 是迄個豬嘅毛啊嘛。所以嘅浸水看，paintbrush 甲伊來浸水啊，咱繡規間外口嘅厝咯。所以我甲伊講咯，所以伊講伊是伊甲伊小弟講咯，伊小弟講，伊先這朋友安尼搞愛導龍我做嘅，OK 啦 ，share 嘅 video，伊去 try，你會啦 ，try 會啊。
唔知，伊無甲我講過。哦，所以人哋看時間，平時講我表咧朋友鬥下超人，所以講 share 下人看。OK，明白。OK， 所以當我幫下人看，等我看安怎，我會記安怎做嚇。OK， 等我看人看到。OK， 嗱，這是 video。OK， 等我會 try 另外一個辦法看安怎。哇，人看，哦是這 ，OK 對。看到啊咯。阿媽就 still 呢邊看到了。我看到，我幫這較大一個，可能看。這一個是 share content，me 應該是 video overlay，OK， 這裡。我冇聲啦嚇，我看到我哋邊啊喂。有看到。變 clear 嗎？我看 repeat。變清嘛，伊物件看到，看到。我 repeat 可能看，佢在頭。哎是，安怎袂起來，袂驚去。喲，是歹去，真嘅，我 try 換過。哎呦 shit，maybe 這個來看，這個較細啦無。所以大白來看到，我看到。明顯哦。明出場卡一啲咯。真明顯啊！我看到。安怎這個翕的人會阿咪原因伊倆 camera 起來翕。Because 是摩托人講，但我無開聲，我冚伊聲去啊！伊一頂摩托來，唔知是新摩托啥物，阿咪伊家講係摩托 something 嘅。But the thing 是吼，我 notice 到吼，when the motor 啊，嗱你看，佢最快 the motor pass by 時啦，伊成日講 behind 一個 solid 嘅物件，你看你喎。我看啊，而且我被 control 嘢咩？我被 control video 或者係，我睇你叫法自己看，自己看我 control video 啫。得嚟 OK 正下。你看，對，伊是。pass by 時，伊一個 solid 嘅 metal 啊，你看你咗。伊是伊無通過迄個白白嘅物件。對。伊是炸掉也袂。這白白嘅物件後尾是毋是有儲藏？還是伊無物件？I mean like look 一個儲藏，你 after that look 看到 the light 嘛？你看到 light after that 伊 pass by 嘅時哦，個仔無 light 去。แล้ว after pass 下嚟物件แล้วก็เลย看到 the light， so 要炸掉一白白物件是 something solid 啦嚇。對咯 ，that's why 我 feel 講唔知哦。是講我在啷看到意思啊，我在看到我就看到講是成個一個，你看到成個 humanoid shape，humanoid shape 你看你，你頭咧成鋪掉，你看你啦。啊，比伊應該是真係是 hip 啦嚇。應該是看到遐物件，應該是知影佢哋有物件嘅嘛。是講無看到。本店那是唔是 suppose 是 solid 嘅物件？對啊，本店那是 solid 嘅嘛。哦，對啊，本店 solid 嘅嘛。solid 佢應該伊看到本嘅嘛？你伊朋友本應該看到啊，唔是。Maybe 冇注意，maybe 冇注意到。邊嗰人看摩托嘅時呢，normally 是無看邊嘅啦。冇伊翕，是講翕嘅人，特別翕人，你是家看到迄個翕摩托嘅人啊，所以是講翕摩托啦，你無看到，伊無 focus 掉伊to the center point 嘛，伊講嘛，伊甲我講是伊是翕伊嘅，another sibling。我看到啊，這邊我係拋痧，所以當然我琴晚冇看到我 control，所以人看到，當見一個咯，哇，怪大本啊，所以咱使注意看伊本電腦。我驚我甲你講過嘅是，我係 file 到 computer 過嘅。伊個成個頭毛你看下咯。隨路啦，你換住佢。哎呀媽，撲機換。嗰陣時都講伊包櫃子，我是無以為你大地。包櫃子。有咩為你大地咩？我是無安尼大地，我未可能包櫃子。我上家是伊時代 bedsheet。時代 bedsheet 啊，mana orang di jungle 入邊做緊時代 bedsheet， 唔是 jungle， 伊是對面厝，是上家有厝，伊對面厝。像 housing estate 安尼款啊，伊講
我每路人maybe 是一个查某徛在樓骹，在咧大晚咧樓骹。tapi 伊骹無當着頭開喎，伊骹無當着頭 Yes, that's the 開， thing. 伊就啲鋪，伊骹鋪鋪那是掉，鋪嘅喎。我冇看到骹咩？無，到啦，伊這是我唔知啊，長，伊是正長，伊嘅我唔知，伊是甲我講是有共關嘅。是講傻啲啊，真係。嚇，伊伊because 伊火 block，伊個無通喎，伊火呢關吼，伊個無通過你知？伊是 solid。伊無想講伊三步步嚟講，你咪看通過，伊個無啊，伊是規日白白是他，規日是 solid 嚟。我真係唔是 consider vampire 嚟嗬。唔是，伊是嗰一種嘅物件嚟嘅，伊是一種vengeful spirit 啊。哦 vengeful spirit 嚟，你會記，我你會記哦，講古仔是，係你本地那一個數。唔是伊骹來咩？伊是長，伊是一破長，伊係曉呢，可能係隻 plant 啊。shrub 嘅種，伊曉呢。但是所以我講，你是唔是樣對面厝人掉，我可能係咪係掉布什麼嚇，拍物件什麼啊？掉係 bed sheet 啊。往時是拄好個伊頭下邊是往時 ，because 伊個蚵一抓一白一抓一看，成隻面嘅款，成隻頭啊，可能你看到。The thing is 嗰是無病嘅書本啊，that's the thing also。頭先係只骨病咩？我只 frame 就病咯。嗱，No, I'm saying that the feature 啊。叫特別講嚟講。叫特別講嚟，但係叫特別講，你看隻 episode 啦。我是看是無 feeling 啦，無。你無 feel 就講係咪唔驚啦嚇？無，我無 feel 就驚啦。Not sure，就是你所以講嗰時是嗰時唔是安尼。我 feel 就是無驚。嗱，即係病即 friend。即 friend 你話你看嗬，看了上加係咪咯？上加手掌。手掌嘅皮對，伊想開照到啲手掌嘅皮嘅嚇。即係哎呀，我就俾做一個。做一個另外一個物件 ，arrow 個日本人能看，應該叫人夾翕一條小鷹平常時嘅早起。對哦，咱個再講伊個長上面嗬。Go back to the spot，你翕咗隻小鷹，伊翕邊無手掌咧，等到時哦。有人想講手掌嘅，想講是手掌啊。Yeah，然後你什麼 freeze frame 哦？你看會卡哦？你會變一個 source of light 嘛？對。sorry， 我哋拍劇，其實我唔是要做拍劇。伊下骹係不相。我所以我計見啊人看，我會講是得咯。哎呀，我係做 arrow 啊，咪做 pixelate 就難 ，OK。So 嗱，這邊啊，我上知得咯。我是講未講嘅嚇，就是你看到伊隻破是寫幾一張嘅張嚟，點解會做 arrow 嘅？我感覺手掌。tree trunk。有。不過你 freeze 安尼款啊，看了真係成個 tree trunk 安尼。有一個 light from that side 啊，比如說看頭殼本是有啥講有一個迄個電火啊，到邊啊照落來安尼款啊。伊下骹破綻啦，伊看到下骹是。對，我看哎呀，死我個鼻鏡，安怎我安怎個maybe 我係 text 啊，然後我隨看我安怎個辦法見我人看開，你係看到伊 outline 啦，然後我人看到OK，即係我等於做喺三角，我伊 rectangle 做喺尖起，我個係見，真係我被見我人看到落去嘛，伊一邊嗱係了，你係看到。我多 OK， 我即係多 rectangle 多邊啦，我嘅 rectangle 多邊嘅尖嚟見啦 ，OK， 一邊是一張咯，然後這 the side， 然後過去另外一邊，即個邊是伊嘅張。但我看幾百人是伊百幾人嘅時看，伊是唔是喺啲張嘅形嘅扎掉？成個時我等於成個看係掉伊嘅張形。是咯，張你看，伊一個 solid metal，
對啦，maybe 一鋪長來對啊，我看，所以你去看你朋友啊，但是講一個看，迄個長咧，伊即是伊白白，因為伊長真白白是講，嗱真看，即是伊本電腦 shoulder 啦，真本電腦 shoulder 嚇，是灰照出來嚇。overhanging 係你理髮，嚇，對，像伊腦頭毛、腦尖啊，可能是搖來啊。That's the thing 啊。無你要本掉啦，冇其他嘅咧，必你話了冇要掉。แล้ว即係變奶啦，未必都會朋友講掉緊關啊，係未必是 separate 嘅數嚟嘅。係咯。特別笑哦，很看笑哦，讓他 analyze，OK。我特別你我是大刀嗬，我是熟悉聽，然後你故事哦。特別我本是看講這種嘅 video，比如說看這樣子標本，這樣子有你去睇解釋嘅你是。Yeah，and then 我直直，我要會去 analyze 看，這會 possible 無，或是安怎無 ，you know？我等陣看咗，是，你會識叫你朋友，是講佢翕一條早起嘅時候，應啊，佢一看，伊會講俾下朋友一張，你看，你會講啦，咱看到位，咱看到是到了位，咱看到安怎伊喺頭嘅 video 嘅時候，咱看到啥，伊差邊是一張嘅，你看到伊個 shot 嘛，你看到伊一張四張嘅張嘛對哦，四張嘅張後尾咧是有一鋪長，就是淡薄咱看到咯，即就是伊四張嘅張啊，即三角喺內面對。了四角內面了後尾就是一鋪一張嘅張咯，即就是肥肥嘅張。所以咱看起正咱見到喺個 area， 即邊嘅 area 是有兩張嘅啦，即就是咧本電腦嘅張，即就是迄個本電腦後尾嘅一個張。The 張 that look like 本電腦。對。所以就兩張咯，正都這張是無本電腦嘅張啊，即係後尾黑色嘅張啊，即就是本電腦嘅張。是本電腦嘅對，你看到伊嘅線，伊嘅即 outline 咧，反正你看，哇，三分係刺激，我感謝你同你朋友講 share 嘅 video 好玩看，刺激。特別啲，我會咯，特別我唔知電視嘅。不要緊啦，誒，其實你拄到伊嘅時，你使問伊本嘛。แล้ว我是嚇，定時是都拍生落無通看你500萬，唔是500萬，5,000萬，互我看伊嘅 sister 嘅 office 嘅效應啊，係你看到嗰個 vest reflective 嘅 vest 係你嗰度 ，because 我冇通看嘛，所以我未 share 人看。即係你三個攤出嚟看，是唔是？冇可能就只 analyse。應該叫 email 好錄啦。有特別買 ，because 伊無伊嘅 sister permission， 所以買伊無，伊互我看一刀呢，伊看我成日你咁樣，你在 WhatsApp 位你第一看一刀呢。share one time。OK。佢今日最拖女啦。咱都介紹毛毛菇嘅 format 啦，也杜嘅毛嘅嚟浸水嘅，恁曉嘅規。係你想做毛毛菇嚟講下毛毛菇，你講下安怎？你是係咪辦法？唔知佢古早我係 sister 到大學，我冇咗去定佢自己。大學啊，或者先佢伊是 first pioneer 嚟，都已經我上地啊，拍車咱本地嚇，當長輪嘅，แล้ว伊樣是 first batch 嚟，แล้ว所謂嘅 uni 是無人嘅，姐，แล้ว during 上個是伊樣有 break holiday break 嘅時，แล้ว伊樣度有啲買對愛生女啦，都在古早人成番嘅嘛，แล้ว冇啲邊大。แล้วบัวหมอเจ้าคีย์บอร์ดหับใจหากไกตั้มไม่เป็นวิเคียที่โทรแล้วยังหมอรู้ใจยังอูเกิลจับบอ就是จับบอโฮสเทลกันแล้วมาคุยในบล็อกกันจับบอแล้วคุยอะไรหัวหน้าละอินเดียนะการตึงหลังละไปตัวมาแล้วยังหมอกรุ๊ปเฮียแล้วไปตีพังเก่งวิก็หัวละปาร์ตี้ละแล้ว佢依個 building 呢，依 hostel 是差唔多5樓啊，你看呢。แล้วอีอาบวยนี่就是บุกเกต嚟
一个山，你看唔是山啦，成啊一个再讲啊，唔是讲只大诶山是只悬诶嘛。我咧大粒是只悬坡，你看起来悬坡咧，悬坡。伊甲5樓啊，佢冇是會變白地咯，same level 咯。你一樣冇啲邊講話啦，講大聲啦，笑啦，就啦佢哋雜波嘅了，咧講了，好像我 sister 講，我靠，真係來目睭紅色嘅，定冇啲邊看過來。哦，你捌講過啊，啫。啊，對咧，伊人都就。但咩咯？攰咧，真攰咧 holiday break，咁樣冇看到哈，身體這邊，身體嗰邊咗，然後樣好啦，就 suggest 講啊，你人出檔，佢長倫嗰邊是只隻可能冇咪 friend 㗎啦嘛，嗱阿邊杜白在行課，你人冇走去靠回到，但係啲走落阿羅斯達 ，OK，然後去巴薩去邊杜白鋪，哦，哈，杜白鋪掉停啊，爬大啦掉停啊，掉旁景梅，啊，那自從就是樣掉，然後物件那都看無了咯，所以啊，你講實就是像我成日都講。人白啦，唔是條白咩？有時站嘅是係你 paintbrush， 磨青，打下啦嘛。清是你塗嚇掉，แล้ว塗膜是油咧個水嘅，是。แล้ว人講比賽แล้ว容易個有人比過，當個考嘅啦，แล้ว冇講。try 看你嘛，你冇 try 看用這個抹水咪香咯，什麼上家啲師傅啊，香水都唔係先抹出嚟啦。哦，咁 suggest 係而家你看住啊，即我感覺啲 is work 啦，你看啦，上嘅嘛冇事變到打下拉去啊嘛，拉去對方冇事打下啦，驚你打下拉物件嘛。你咪是請隻鄧冷朋友去嗰度做，這個冇啲，別使講個冇啲。佢別使講，佢佢掉一條蘿蔔，係咪嘅？佢俾一條蘿蔔。別人嘅。伊個厝伊袂使壓打，伊袂使掉了嘛 ，because 別人個啲。係啊，伊唔嘅無，伊會還拿嚟，所以唔通伊俾。冇，我是講叫你朋友咯，是叫你咯，叫你去叫你朋友鄧人嘅朋友去嚇。別啦，伊係 brother 誒。所以我at first 有介紹伊講，你不拜叫鄧人誒，伊講，喂，係啊，你 Islam 啦，講。別啦，我嚟叫即個鄧人嘅，但我個冇時間叫鄧人嘅朋友去搞啲掉，係就立場到啲爭嘅嘢咯。唔係，伊咪是愛寫伊厝咪寫個噃。冇叫伊朋友，伊冇鄧人嘅朋友咩？叫鄧人嘅朋友講，誒，你叫我爭對面爭開係一條金蕉，金蕉不啦，係一條立場。那咪是賭啊咯。I mean 毛毛哥叫我嗰時bless 佢間 parameter 厝哦，伊厝對，伊唔是做啲咧爭嘅，對，我明白你講咩啊？佢哋 parameter。你大家你清判到水，伊做伊厝打下樓橋啊？I think 水是個 OK 啩，你搭巴比是你kerumun你厝你咪死個慘個。OK 嘅，就個佢告訴我講 before 毛毛哥講伊個佢告訴我，可能機會。就追，我會使講咯，真正虧嘅。講。最近一個我看 Facebook 啦，有一個幾個故事，真 short 嘅啦。伊講伊一個人，伊是做工啊，早得你有一陣時，伊是做錯工嘅。伊是真正大日對厝真正愛困，無人無錢，肯做工，大伊做 construction 嘅工嘛。所以有一早時伊判病了咧，等伊嘛轉來厝 rest 咯，伊判病 rest 吼，然後伊一時時開電視機看伊啊，早得你吼，迄個叫迄個黑白啊，叫咩啊？黑白迄個神啊。哦，迄個黑王牌。哈，你馬達，你叫做咩啊？你學白咩菜啊？就是嚟炒，你看你啊，黑白咩啊？大字白，大字啊白，
伊看到伊坐了電視機看戲 ，because 伊是 rest 了嘛。然後 suddenly 咧大白二白 ，suddenly 大咧電視機 pop 出來啫喎。然後伊咧大隻二白就叫伊叫，甲伊講一個字，我來叫你，就伊講我又死咯，我判白甲三擺大白二白，但係我死啊咯，對無？我是注定死啊，但伊死去咯，死去啊。然後請起來時，伊活過，所以有背背伊去找迄個紅光。你把人講一樣件啦，所以伊每做咩事，伊會看到對大白二白電視機走出來，即無呀。所以大白二白講 ，actually 咧，迄大白二白咧是唔是來掠女嘅？因為女和垃圾物件對調。我係掠迄個垃圾嘅物件。大伊阿妹位但是所以伊太熱甲上擺伊看病 ，because 伊垃圾物件掉掉。I see。所以大白二白咧，唔是要來找伊嘅，要接伊嘅龜嘅，接伊龜嘅，掠伊龜走嘅，然後呢，會告訴。OK，趣味。成日落咪去拄着一個人先，教你舉手啦，哦嗨，其實特別是教你後尾人講話啦，教你後尾人舉手。上海代志哦，我是做熟悉嘅哦。我問伊是不是叫我，還是叫阿妹？我是阿妹姓。是哦。我係妹姓嘅。你阿妹？我你去問你大伯爺甲二伯爺？你是不來叫我？冇啦，即我是講一句話是我上海代志啦，我本識佢嘅。你識佢啊？我本識佢嘅。because 樣講吼，大白二白真係真正 scary 嘅。一響嗰邊。because 你想看啦，伊樣講哦，樣真正懸嘅，真 scary 嘅咯。迄個大樹爺甲大白二白無相嘅啦。大伯也一伯也無相，但是也是七個會幾個關七個會幾個人係好，你是會幾個？大樹也甲牛魔王相無？大字 ，from what I understand 啦，伊人是甲關節嘅。大字伯也甲關節。甲關節。有迄個大樹爺，但係你講大樹爺甲牛魔王是相嘅咯，你講晒啊？伊嘅 identity， 伊嘅寫伊 image 冇像喎，牛魔王噶。冇像嘅。我知牛魔王是個 hell 嘅啦，個 hell 嘅啦。伊是 hell 嘅家。大樹有唔知。對。伊唔是 hell 嘅家，伊是 hell king 嘅，伊管佢哋 hell 嘅。我知牛魔王。閻羅王啊！閻羅王是伊是個地級嘅嚇。對，伊是迄種 judge 嚟。我是 judge。對，然後伊邊啊呢，就是迄個大白二白咯。我想牛魔王較大粒啊。你講伊牛魔王是毋是伊人講迄個牛頭白面？maybe 牛魔王是牛頭白面嚇，閻羅王個無像。唔是牛魔王，閻魔王甲牛魔王應該是相嘅。閻羅王無像喎。伊是個，我知是個貴嚟曉嘅。牛魔王你就俾梅毛毛牛誒，直接叫啊！我咪是刷講，咪算是 identify 啦。像嘅哦，牛魔王加冇像鬥威性。牛魔王加閻羅王無像嘅。我就是講，迄個是 judge 是有影嘅，是 judge。閻羅王是 judge 啦。迄個是under 鬥威嘅 theory 嚟講。牛魔王呢，我感覺到講，伊是 soldier 呢。然後伊本是 from the legend of Journey to the West。係你是牛魔王啦，依邊是唔是牛嗰邊咧？所以啲內面都看係啲白面啊、牛面啊、兔面啊、咩面，嗰陣是 soldier 嚟。soldier 嚟，所以但係以往嘅邊啊是騎條判官是世界嘅 secretary 日本車。對。然後你個落來嗰是阿伯呀，依樣是執行，就是講去司法，
只是去扣佢哋運動燈，佢哋 act 嘅，即是講order 落嚟，你睇 enforce That's why 咱第七名是有人會聽到佢哋練那聲。哦，佢哋就是古魔王嘅練。不either one 啦，either 一樣是 soldier 就是一樣起來執行咯，你看咯嚇，然後較派較派較惡嘅啊，冇一單自備也出來 handle 咯嚇。對，因為順利嘅關啊。我唔捌看過樣，到自備也有變了，自備也有變咧，咁咧係等等嘅。哦。你一無頭未必我捌看過啊！你捌看過啦？啊，咪唔是正啦，我捌看過人講，我捌看過人話啦，特別我阿 John，你也是真係看住我，你也厲害啊！對啊，未必是除我阿妹嘛，你估咧大安怎帶嘛，大字白呀，安怎帶，鄧蘭字安怎帶，你講。黑白什麼啊？黑白長望。他本無常黑白無常黑白無常。佢長望是無根長望，我不過曉得我這個字係咩？無根長望。佢是長嘅長，唔是迄個長啊大啊長。OK， 哦，你水嘅，你看你無頭頂寫咩哦？等看，嗱，對。一部啊，一部像有字哈。有字嘅，你講水啊？一白個水嘛，一白。哦，特別未看到我一字。一件發財啊，一件大錢。哦，一件發財，我冇聽過啊。你隨啲介紹應是看到是得水嘅，有嘅個隻字。OK，你一樣就是。你講大字白也，樣大白講是唔是伊嚟？唔是，大白講是，大白講是大白講。你毛毛菇就極死啊！那黑白無常什麼人？哦，他們一見身材，特別無伊個白嘅兩個一見身材。Because 白嘅較 active， 大嘅較無咩做㗎。因啲 story 呢是香港大嘅是黑色衫，白是白色衫，伊白怪水嘛，白 glamour。然後大嘅呢，伊是無咩比較笨蛋，然後無咩愛做下物件，伊就買數迄個安怎講？阿片。阿片啊，你看咯，所以人講嘅冇是講白了咯，哦，一件大字冇咩出來嘅。哦，對，我看到一件大字啊，一件身材嘅一件大字，一件發財。哦，唔是淨係身材喎。哎呦，呢字唔是身材啊，我讀到。Sorry， 要不要看？一件身材之後，讓人等人字人看到。一件身材嘅一件大字，一件大字嗱，伊是肥肥暖暖嚇，即係冇驚，就睇入面。啊，仲個水哦！同埋頭自己水嘛。我係 justify 你看法。頭自己水嘛，伊隻光光閃閃呢，像 model 呢，係伊嘅款。你看過樣 temple 喎，阿 John？ 唔知喎。因為佢叫 temple 啊，因為 temple 嘅，然後樣 temple 嗬，阿妹是啦，伊人會佢哋燈光啊，成個女阿妹會把女燈光啊。得一個，阿妹得一個，林門奶。你把女阿妹啊，啊嘛，一點啊，阿妹。哦，定定啦，新加坡阿蕉，定定啦，新加坡看到嘅阿蕉，七個月是。阿蕉咱阿妹過時咧，阿蕉個條，冇阿 John 穿我色衫，所以是咩啊？我是黑，我是黑無常哦。你 collection 買 ，collection 去你 expect 你是要30對好咯？要買我驚。嗱，我仲話夜第阿伯夜暗，第阿伯咩啊？夜暗啦，我
figure apa men kemuai ke lah. Penang có queen à king actually. Jalan Perak 是唔是有一間？我聽人講，Jalan Perak 應該是真係間。勁喎。有一間啥是到 Jalan Perak。我即我細漢嘅時，我都去過伊人嘅即個大字白呀，伊人嘅有即個伊下咧裝頭教因啊。等後伊嘅教因啊 ，eventually 就是請佢了當機來幾十隊嘅大字白呀，在伊 wedding ceremony 入邊起動啊就。哦，嗰陣佢都去 search 報紙啊，唔知人 search 下面就是可能下面婚禮啊，喺白無常你看到，係我古早嘅新聞。Then 有時我到伊 wedding ceremony 就是隔了大字白呀，伊 costume 隔了 full costume， then 到啲啉酒。哦，那看下嚇。人講啊，人講伊人吼大字白呀，一暝內面啦，唔知會啉幾若罐呢？係 whisky 啉了了安尼款呢啊？即是伊就是伊起檔嘅時起到字白大，就是大嘅黑嘅是白，大嘅是黑嘅。哦，usually 白嘅是大嘅是哦，啥是？誒，高是黑嘅是白。啊，高是黑嘅，OK，白是小弟。OK，即係攞你們啉酒啊？我都講那是攞人嘅 power 啦，看啥 power ranger 啦嚇，唔知住較懸啦嚇，應該是白較懸，要白較 active。tapi dia pe lah ha，我講我出在點先吼，我是看dia pe 真係是伊真係是解叫開始個我係唔對咯。字嘅白啦。啊，我冇dia是愛。哦，那種 conflicting information。嚇！伊講白是黑嘅喎，唔，sorry，伊講伊講大是黑嘅，啊大是白嘅喎。大是白，愛是啲。哦，這是我知嘅啦，我唔知是唔是啦嚇，啊。這是我兩年前去拜陽講嘅是伊人嘅。伊人嘅等等，伊人嘅店，誒，唔知係幫，你 background，你所以講 wedding 這是伊人嘅，我梗係幫了。啊，你 because 你 background blur 住，所以 blur 你小影。我已經 turn off 啦。伊是成個伊人紀念安尼款事哦。伊人去過是到啲拜伊人嘅破道掉。哦，呀，破道。你小影我到你 computer。我會做，我安裝 share。嗱，你 share 你 computer 小影 share 是 share picture。我講等陣我先，我係點到嚟，即係 chat 嚟會。會使啊。你看你 chat 了，看我係 share， 我係開哦。咩嚇？你到 computer 係要 share screen 咯 ，share screen 咧是開係就係應該 share 你嘅 screen 咯。咱個即冇 Google 就告訴過。唔知啊，哇！你即係啱講掉啊！你本電腦係我想到一個故事。嚇，想講。即我上年我冇估只一個故事啊，我講前只一個故事。啊，來講，咁樣啊得。即個我嗰陣時，我有一個朋友，我哋讀書嘅時，伊吼會看到啲種嘅物件嗰種，然後伊到迄個往到即個北海位啊，有一個台灣迄邊哦，伊講真正濟物件嘅迄邊，迄種垃圾物件。然後伊講迄邊有一個吼，迄個就是一個迄個啥飯店啊安尼。你想象嘅迄個飯店啦，伊講啦，一較濟你看到是攏白色下面嘛。特別吼，伊講吼，伊一個飯店啦，五常嘅嗰種，伊吼穿迄種，伊是佫是穿了少穿了白嘅衫，
特別伊個有穿jeans啥物安尼款呢喎。哦，吼，伊講伊看到伊啊，伊直直倒佇的 alley 的 corner 位啊，徛條迄邊啊，然後伊看到伊安款穿安款衫嗰時，然後伊 feel 就講即個是本地人來嘅。特別伊是冇普通嘅面嘅啊，普通嘅人面嘅是。伊看了下像普通人安尼款呢，特別吼，干那特別伊 because 伊會看到，伊有迄個third eye 啊，所以伊會看到啊。然後有一道是伊講嘛，伊頭頭是看，伊 the first time 看到是伊想要講是人嚟嗰陣。哦。Then when 伊人 make eye contact 嘅時啊。Suddenly 伊面變，伊個就哦，唔是人嚟嘅。嗱，即係我逐項看到啊，我逐項除咗。伊樣做即個啥物？破土。這是破土嘅是七月嘅事，這是結了我真正久無去即個拜拜位啊吼。我大學畢業了過後，我對去站嘅時我去，因為我係出來人，伊人真興啊嘛，即係拜拜，真交拜，係咪咁拜就對啊？Then 我嘛有一個朋友，伊人是真正specialize on 多啲白嘢。哦，一間阿媽。對，因為伊人愛求字嘅事，所以啊，伊人啊，就是我嘛有一個朋友嘅寫我，我講別人寫寫，我講成個是無好，免緊啦，我講是對啦。伊都是伊人都是逐日吼，逐日禮拜吼，拜三暗暝時都是去即個等下啲字，知無？哦，所以是等字 ，OK。特別這裡是七月普渡，伊是較大嘅一個 ceremony 啦。等伊是有幾間無相嘅紅光間嘅大字白也改了，去這個做這個龍杯會改了去下邊去 celebrate，所以伊人吼有無相哦，所以你看伊有這個。這裡唔知應該是白誒，但伊有無相嘅，不過了是下卡嘅，即個紅光嘅，陰嘅紅光嘅。你看這裡，這是一件身材，咱們都看到嘅。伊有咩搞？你看伊會啊，你看啊。你邊啊，即應該本是相嘅，伊人本是相嘅，特別伊人是無相嘅當機。哦，OK。無相嘅暗嘅。哦，這個是大樹葉。大樹葉。大葉樹葉，你穿嘅你紅布是大樹葉。對，這是大樹葉。這面寫好呢嚇。唔知伊人 expression 嘛，就是我覺得 quite interesting 啦。It's just that 我 get 了正，我細漢嘅時嚟，因為爸爸就是去拜，我人就是有一種嘅安怎講啊，有一種嘅 respect 你知無？特別當佢get 了一站對起啊 ，then 我個讀即個art 啫嘛。So for me, I was like, oh, this is performing art. Performing art 對。performing art or design。我當你做 opera，係做隻 opera 是你大日字大字白嘢 opera。大字 opera。係特別本啊！你講。特別哦。因為 actually 伊人像我嘅老伯啊，伊本是紅光經嘅人嘛，所以我對佢嘅時候我講，安怎路這邊無跳動啊？伊講當今啊，少年人無跳了，就是即個安尼款可能隔20年、30年過後，即個無去啊。所以像啊，當佢你去British Museum 嘅時你看。Actually 伊人古早本是一種嘅 superstition，then 後尾伊這個物件放起去後，伊人就嚟喺咪衫 costume 嗰了放入去 museum 那邊。所以 in Penang 我人是看到 Sam， 就是這個 alive 嘅，但係可能50年過後，可能伊人嘅物件這個衫嗰了 museum 咯。但是講無少嘅人都是有。特別嚟邊啲學嘅人，佢睇到啊。所以人特別人最憎做隻 podcast 是做下你登記嘅 podcast 啊，咁樣佢係超等嘅。我覺得成個台灣伊人都真advance 啫噃，所以伊人嘅真係 strong 嘅台灣呢邊。嚇，伊個了伊人伊有伊人家己 podcast 啊，係物件。伊人係登記等嘅人啊。
對，其他嘅人伊人有去食快 advance 嘅嘛。就用 convention 係咪？你講咩物件？我唔知啦，伊人應該是有 convention，我有聽過人有 convention 嘅物件。特別伊人嘅 setting 啊，已經是無相，但伊人嘅即個起動嘅款啊，唔是有只隻唔是 traditional 嘅款話 messy 嘅，有只隻伊人起動是嚟，跟佢講咧 elegant 咧，你就想講，伊都冇感覺你起動，伊就是一種嘅。伊是呀，因為是成個當今人成個講有使激咧啦，使激因為是伊直頭。笑談啲 message 就咁樣講，你明講成日咚，出嚟 ceremony 嚟個咧咩呢？你一隻無相啊，等於台灣只隻，我有時聽 podcast，哇，我就哇，看不贏啊！佢出來無相 accent 嘅出來講我。我第一期，我第好笑嘅是係咩事喎？即係我唔是講係笑嘅人啦 ，just that one of the cases that 我去即個。我去拜哦，咱其中一個吼，伊是跳我這邊小英無，伊是跳這個啥物啊？布達，是達達布達，這個釋迦牟尼。個有誒啊！我對伊記啊，我記啊，伊我講，我記啊，伊講，伊看了，伊講，你袂歹啊，特別啊，你誒頭毛都愛洗，我係留頭毛，叫我留頭毛啫喎。哈！然後我講我綠毛啊，我安怎留我都冇留，我都冇毛留，哈！我都冇毛留。哈！伊講變擔心嘅啫喎，伊叫我幫下你，你就係你 polish shoes 嘅學油啊。啊！伊叫我幫加下你咖啡 lime 嘅啫喎，咖啡 lime 啊，泰國柑嘅香。對，伊會指下你 lime 嘛。伊泰國柑。對，泰國柑，伊叫我摻下你 shoe oil 啊，即係 polish 嘅學油啊，加下你咖啡 lime 你知無？咖啡 lime 冇，伊叫我冇。但伊咖啡 lime 是講伊外口嘅配呢，泰國柑嘅配啊，唔是，還是切開來。伊是切開來。OK，切一半啦，淡啦。我係頭。你有 try 哦？我特登冇 try 啦，你別講，佢哋 try 一聲咧，發到少少好嘅。我 try 過啊，佢真係我綠毛嘅時，我 try 過抹咗咪咪阿面啊咖喱。特別你咪 try 過係你開個柑係我要係你 polish 要。我要學我學要學我挪入檸檬嚟啫，就是係你泰國柑。哦。對藝術圖正咯。你拍啲來是做啊？有你見咩一個你 polish 要啦，來邊度我叫你做？你鬼頭要，唔知係做四本。哎呦！我本被 imagine 嗰陣時，古老師嚟講，我本我今日冇打嗰陣呢。嚇！我I try 喎，你 try 佢一刀嘛，特別要緊嘅嘢，你學要。你睇下我自己嚇，是講你意思講一刀呢，還是特別點做 treatment？我意思成間我一記教講咪打你禮拜一刀啊，你看。哦，有喺呢度坎坷，喺呢度坎坷啊。one week once 啦，OK。因為我係 case 我不是冇打，因為我不是綠毛，我19號就綠毛啦，九百六。所以我不是。舊位咪都講我結婚我今日冇得，我咪都講我，冇得呢個字，呢個頭文鬼冇得，OK 啦。加紅病啊，加紅病啲嗬，增 H 來是問。那個咧用切頭毛，切嘢就使咯。那毛菇，咱講無毛，但係講有毛就對，咱講毛菇咧。聽到，告訴下，係咯，聽到，你告訴先。聽到，個好玩之類。然後即係無聊啦，這是到 classroom 嘅事。然後我講嘛，我大咩攰切攰半，對，真係亂。我就愛借家己借 grab 啲嚟嘛。對 grab。然後我頭前面，你是講他車是借 grab 啲嚟上面？對處。然後我是差唔多，我嘅 class 是9點了，然後屬實是無人啊，規個當時無人咧出。我 instructor 加一兩個 admin script 喺入邊，係等開門嘅，等我走就開門嘅，然後伊人都無面，
你白你會冇，呢即是我當時就咪讀 culinary，對 culinary 嚇，對咧 MBA 就是好玩嘅，因為有把你 company pay 一兩嘅數啦，然後 OK，然後幫我咧我走人啊冇插話啦，然後我冇啲內邊有單隻啦，人有陪我單隻咯，然後我冇叫แล้ว單車啦，叫 Grab 嚇單車，然後我冇叫頭一名，然後我冇叫啲嚟啊，叫嚟啊，即係到個林波，冇。即係吉隆坡都另外一個 not in BM 都巴海嚇，然後所以你就坐車對 BM 啦，對，但所以我講，同我講，誒差唔多50分鐘，到45分鐘該夠。然後我冇起因甲 driver 講，你會使入來 intercept 我咯，我未使出去嘛，然後我出去我叫把刀弄交，然後 OK 咯咧，冇入來咯。接嚟咧邊度冇啲坐啲 front desk 嘛，走去阿妹嘛，冇必看到咧，伊反正接嚟啊，頂我有 notification 嘛，講你車搞了，然後咧冇收到搞了接嚟啊，伊問我講叫我名咯，我講呀，我講你我坐我出去坐車，伊講哦 OK，伊徛咗只久哦，OK 唔緊啦，然後我坐車啦。然後無數咗坐車啦，然後哎呀，別曬啦，然後買傾偈者 respect 者，會講啊，你 full time 啊，嗰時咩？你講，你一直直到 cut off 啦，你講，按咗佢 uncle 買坐得出嚟，yeah， Oh my god！ 你講顯示你老闆啊 ，Oh my god！ 未必是你老闆，入緊，然後我都冇管等我講，Bang。Sekarang Ghostman you jangan cakap itu loh. Ya, saya tahu Ghostman lah. 你是即講伊看看是唔是講笑呀？Ha, dia ikut. Tadi saya tak rasa ada orang duduk tepi lah. Orang kayak ikut. Ya ada. Itu pakcik ah. Dia tengok oh. Dia macam dia tak syok ah. Ya. Nampak bukan tak syok ah. Ha, dia what tu kau? Okay, yakin lah. OK， 我幾冇陪參加了起來啦，是是。特別你冇感覺到啦，你後邊是我冇，但係我咁講，我而家聽冇，真奇怪。是靈氣下出過事。是靈氣，然後冇開車咯，然後冇 start 咯。其實你講很貴嘅故事嘛，然後我冇講，你相信貴嘅咩？你唔是穆斯林啦，你還啊嘛？哎呦，伊講華夾嘅人啊，無關你是係幫啥，假了不相信啊。然後我講，哈，你ada cerita。伊就講啊，伊講，伊有講一個，我第會記嘅，這是真可憐。我下晡嘅時，伊在度一個客。OK， 伊講伊啲 hospital 在嘅，然後伊講伊husband pass away，咧伊 carry 咗一包物件，咧伊啲車裏邊同埋 hand 嗰包物件，I think 是伊 husband 留落嚟嘅物件，something like that 啦，辛苦嘅，辛苦嘅物件，嚇咧伊有到係 mirror 看到對起阿妹，咧講哦，伊講拜唔得，伊等人來，伊在迄查某等人來。咧一吹咧，伊講哦，吹到了，伊講伊個紅嘅手錶，伊紅嘅手錶，我唔知是有 branded 還是無 branded 啦。咧伊無啦，冇順便講白嚟 cerita 嘅一間客客啦。伊講伊 husband 是 accident motorbike 死，แล้ว等啊咪講啦，แล้ว伊就落車了，伊在家喺啲大門咧，伊就落車了。落車了，伊冇走咯 ，driver 冇走了，冇數，แล้ว冇到 evening 嘅，你看伊佢就接到另外一個客，แล้ว接到喺啲客嘅時，แล้ว伊就上本咯 distance 冇講只回本，但係佢再幫掉喺啲客啦，伊剎聽個電話響，伊個是大媽頭是嚟喺啲死硬嘅。迄個 customer 打電話來，伊講driver， 你他媽有我互你看到隻手錶，伊講有啊，伊講你大人看有迄個手錶加樓塗骹，甲是加樓啲停啊，加舊年有喎，然後伊講伊無 stop 車咯，伊muốn怪行本啊，因為是死人嘅物件本嘛，然後伊就去hand咧，伊夾筆加啦 hand 加啦。
แล้วอีก็ข้อตัวที่หอยอีก็บ่喎แล้วอีเห็นอีบ่度考個只啦อีก็อีต่อทีก็การแล้วสิ講住野灣又冇好事啊應該照呀嚇一 curse 都在哦即係一個基本件伊講我都冇嘢裏面嘅可能是你走了我再已經劇也掉咯而家阿妹之前啊嚇掉阿妹之前แล้วอีตัวบ่คิดชักแล้วกูเลย story อีตัวบ่คิดก่อ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เจอ driver อีสิactive ตัว BM 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ตัวตัวโหแกจิก็สิแกนอจิตวิกยะอีก็講แล้วอีตัวกุยให้ตามันสั่งใจจิเลยแค่แต่อี講這條路就 familiar อี講是好自己在地自己แค่你話係笨一個月每大口嘅時候，一看到迄個小英是伊嚟喎，迄突破死去喎，哈，一突破死去喎，伊第二個劇死去啦，就是講，第二個劇死去喎，有觀察有小英啲伊較北位喎，咧伊家己對去啊，伊家伊個 guru 講啦，伊講伊 guru 即個是有影是扣着物件，你莫互伊 curse 着。你 curse 掉，你就是未走了誒。這是伊 husband 留互伊保嘅物件，你扣去，你無 return。然後我講哇，banyak cerita，yang ayo banyak lagi ada bawa hantu哦。我講bawa hantu biasalah，咱但係聽到Margaret 載到鬼啊，伊講ini lain macam，伊講伊載到天查某，然後。迄條路呢，我平常時有過，我甲 ICI 兩人都過迄條路嘅，然後定不有事嘅，我本捌着 accident 嗰邊。OK，然後迄是 cemetery 啊，還係幫嚟。OK，然後伊在就天查某呢大骨回本，不嘛當包啊。啊啦，一個 distance 去甲迄個 distance 呢，是差唔多8點鐘到7個字嘅，你看呢。然後伊冇一邊話差唔多過咗。yang sembahyang 嘅時間啦，你看9點幾10點啊，你看，然後到在天查某，水嘢啊，伊講cantik oh，pakai tudung putih，伊bawa tapi 伊講nak cakap。Tapi dia tak balas. Ia kan kai kong wa, tapi ia bohoi ye. Tentang je. Tapi ia kiu ye sini, kiu kan cabok ke sini si unya ulang chu kiu ye. Ulang cabok ke lai. Itu tidak chu ki chia lah. Tio. 那個有是有 account 嘅。account 嘅啦，有 credit card 㗎啦啦，下上 credit card，你冇去到 point B。你 point B 呢嗰條路是前日暗嘅咋，然後伊這邊有一個 bus stop，伊講嗱turun mana dek，就係講話個前妻講，然後伊冇講，伊到迄邊啊，伊就講幾邊啊，伊冇買出聲啦，然後 bus stop 一停 ，bus stop 佢頭前淡薄就是迄個環下磅嘅大門咋，然後 OK， 唔要緊你bằng路啦，冇照揸車咯，7塊幾8塊，你睇咪插小伊。แล้ว伊冇行咯，就嚟幫伊嘅客行咯。แล้ว伊冇伊家己心想，伊講ada problem 啊，伊講問題應該是啲查某幫咪世界嚟整做咩事？厝又冇，一間都只俾開一間啊，電費又冇，嚟做咩事？แล้ว伊講唔要緊啦，照行啦，伊冇 straightforward 落去咯，伊想講邊個有客咯，แล้ว嘛哪會知？伊有一個客，有了一個 order。Tapi dia patah balik. Lalu ia mau kira traffic light patah balik. Lalu mau go tu binol. Lalu ia mau kong, 應該很早噃，應該是隨 boyfriend 啦，嗰時喺邊結婚啦，因為冇理由啲即係暗數嘅為隨 boyfriend 啦。แล้ว伊過喺你 bus stop 嘅時，伊看到很早喎已經行一半咯，愛行出去喺 cemetery 入邊啦。哈！你一停都知哦，一停，你伊然之後伊落車，伊直接 curious，伊走無講行就 believe 伊車就回來近近嘅哈，因為伊袂使冚過來伊車個了，伊驚本，伊看看，伊穿白衫，你伊接皮嘅時。有一間大波喎，才學衫學個了嘅喎，伊
因為看會變曬出來嘛，伊講穿白衫甲黑衫 difference 真係看明顯的啦。伊講看到兩人黏到一下喎，你伊家己感覺到死啊！伊講這查某唔知是來這邊，無可能啲望嗰邊嚇。伊講，伊向成個攬嚟嚇，伊成個小攬啦，係講小攬喎啲那邊喎。嚇！你講應該是伊去吹鬼，吹鬼嘅 boyfriend。我講 ridiculous，冇有可能是佢望嘅，就係講無人去嘅時候，入邊，所以佢人去入邊幽會啦，唔知咧，你我同你講，我攰嚟攰嗬，我係電話借差唔多有10幾刀嘅 Grab。我10幾刀我冇聽過數，所以接落來幾年都有過數啦。好，佢知個特登嚟教人講你 Grab 嘅幾個故事時啊，這咯，應該是有 Grab 嘅幾個故事嘅博家世界。原來等陣嘅佢哋嗱，咁了半有，你人家過來嘅啫，人家都講呢個，業主tak takut啊，我saya tak nampak啊。saya dengar nya lu. Ha, karena jauh di Aisyah udah, kong udah di ANI pun tu koi. Yang di Pangsai, ada highway ya. Yang di Pangsai lah, di Chia si anjom, 可能有人坐喺那邊。頂頭時時人咪講過，你可能人去到嚟highway 嘅時候，就注意一下是唔是個督八啊？啊，不督八用。ketupat又唔對，冇相知係咪叫嘅？係啦，ketupat 講啲嗌那都掉嘅。嗱，我小英嘅嘛，我小英。呀。OK， 所以我知道昨天我講到把你 Grab 告訴你。OK， 好。感謝大家啊！嗰時講都係收聽幾個數講看本地那麼有看厝嘅幾麼有即係看厝嘅幾哪嚟啊嘛啊！達冇講到佢哋看水即係你不到你冇講到，然後個其他啦，感謝咯，咁毛股嘅幾個數。你毛股都當然切過啊！你感覺就你係個獨對嚟啊，袂你是你紅響冇去你即係看幾嘅。so far 是冇喎。哦，其實是冇去。很奇怪哈。奇怪了啦，一直到一班。哦，很奇怪。應該是唔奇怪。哦 ，OK 啦，感謝啦，特別問小關咧，姑姑嘅打好玩夠幾個數聽。感謝大家。是不要記得去坐 Grab 聽 Grab 嘅故事，我咁講嘅呀。感謝大家收聽，下禮拜兩個在你貴子個獨對嚟收聽，變嚟學嘅節目。OK， 大家拜拜。哎呀，等陣話幾故事講到時間個辦唔了，個拜。各位，若是頂一禮拜必須無看到這邊嘅題，即看聽，然後第一集正，然後是有幾時在同地路啊，拜。